齋澳灣半珠海最爆嘅樓盤啊！嗱，等咗足足20年啊！咁依家嘅話100萬就可以攞低一個純住宅單位，首期15萬啊！嗱，咁呢個位咧十分之靚嘅，咁20年咧係冇新樓噶啦，呢度係齋澳灣部800米到青茂口岸對面就係一個咧叫做彭穗金魚灣公寓樓，都賣到100萬。呢邊咧咁就15萬首期，買到35平方，90%嘅使用率。嗱，如果話你租樓嘅話咧，去買南百貨啦，或者龍光啦，或者話周邊嘅湯樓啦，都係租到2000零蚊。咁呢個咧，你有15萬就唔需要租樓噶啦，因為呢個35平方嘅話，全部係朝東嘅，兩房單位咧係望落遠景，咁就單邊位嘅話係74同埋咧嗰個64平方嘅3房單位。嗱，呢家你有5萬人仔就只可以鎖房號啦，過2日咧就馬上開放示範單位。呢啲單位咧係絕版咗20年噶啦。嗱，唔想租樓又唔需要兩地牌，直接行路過澳門啊，唔需要買坦洲樓噶啦，100零萬買到 ，OK。